来看国际畅水南海群号进度落后，4月海上测试跳票哦。外界嘛正关心讲5月敢有法度来进行海测。海军是指出讲，目前已经在做最后的准备。另外，针对 IDF 建国号顶礼拜哦，无细力去弹出火焰弹，空军目前是针对机械来进行调查。江南国造海军号进度延迟，也停留伫北港测试。4月海上测试跳票，台船赶进度传出铁道营架甲活动舞台，互外界导起5月海测的希望。对此，海军车拉证实，海军号已经达到海测进程的最后准备阶段。那已经进入了海上测试前的最后准备的一个阶段。对于未达到验测标准以及供性能的这个部分都会依照这个合约来要求台船及船厂更换必要的料件以及调校。针对前海军顾问郭述点出海群号的几项欠点，海军表示无评论，其相关测试的经验条件继续调校。那台船11月无法度顺利交揽，也会按合约来寄发。另外，IDF 建国号顶礼拜互民众看到发射火箭弹，传出可能伫空中放射停，才会意外激发。空军研判是机械的因素。那从它的这个投掷的电门以及落地后剩余的数量来看，那这一个假设是不一致的，所以说目前是排除有锁定的这个状况。咱国向美国采购下定会达到300公里的 ATACMS 战术区协会弹，第一阶段要交运64粒，头一批16粒伫1月初7，点唔到台湾。关于战术区飞弹全案都依计划在今年如期的交运。针对美国菲律宾的军演，基向中共菲律宾透露友谊甲台湾加强交流，国防部表示对军事交流采取开放态度，无设限。公司新闻采访报道。